大家平安，大家早安。今天2月26日，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与上帝的恩典，将今天再次的摆上，来到主的面前。因为这个上帝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，让我们在当中领受他的恩典与他的祝福。我们一起来透过一首诗歌，来让我们到主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领受。耶和华是我的主，必不致动摇。有耶和华的帮助，还要惧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的拯，必不致缺乏。有耶和华作我旌旗，必全然得胜。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。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我的帮助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我的主，必不致动摇。有耶和华的帮助，还要惧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的拯，必不致缺乏。有耶和华作我旌旗，必全然得胜。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。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。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。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在当中带领我们，你祝福在我们当中，你让我们依靠你。无论我们面对了什么样的情况，你都在我们当中。你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，你要帮助着我们，你要恩待着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愿主你带领我们，愿主你的恩典就与我们同在。这样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
今天2月26日，我们要一起来读经文，在约珥书旧约的先知书里面，约珥书第2章第1节到第17节。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一起来领受这段经文。在西汉吹号角吧，在上帝的圣山鸣钟吧。犹大的居民啊，要战斗，上主的日子快到了。那是黑暗阴森的日子，是乌云浓雾的日子。那大队的蝗虫向前进，好像黑暗弥漫山林。从前没有这种景象，这种情景以后也不会再有。蝗虫像火一样吃尽所有植物，未到之前，土地像伊甸园，过去以后变成荒凉的旷野。他们什么都不放过，他们看来像马，奔驰像战马。他们在山顶跳跃的响声，像战车奔驰隆隆，像干草着火噼啪作声。他们队伍整齐，像预备上阵的大军。他们一到，人人惊惶失措，脸色惨白。他们像勇士攻打，像战士爬墙。他们勇往直前，从不改变方向，也不彼此拥挤。他们成群穿过防线，谁都无法抵挡。他们攻进城市，攀登城墙，爬上屋顶，像小偷破窗而入。他们一到，大地震动，天空颤抖，太阳、月亮都昏暗，星星也不再发光。上主命令他的军队，他的军力强盛，应召的队伍庞大。上主审判的日子多么可怕，谁担当得起呢？上主说，即使现在你们仍然可以进食、哭泣、哀嚎，诚心悔改，归向我。光撕裂衣服毫无用处，要诚心悲伤悔罪，归向上主你们的上帝吧。他有恩典，充满怜悯，他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他随时愿意饶恕。也许上主你们的上帝会改变主意，丰丰富富地赐福给你们。那时你们就能向他献上五谷美酒。在锡安山吹号角吧，宣布禁食，举行聚会，要召集民众，预备参加盛会，要扶老携幼，抱着婴儿，新婚夫妇也要走出刑房。侍奉上主的祭司们啊，要在祭坛和圣殿门廊之间哭泣祷告。上主啊，求你可怜你的子民，不要让列国轻视我们，不要让他们嘲笑我们说，你们的上帝在哪里？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约珥书第2章第1节到第17节。那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在约珥记当中，让我们看到他还讲到是上帝的日子来到。当上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会有很多的景象在出现。在上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上帝在当中的作为临到我们。这样的日子来到，这边讲到说，在锡安吹号角吧，在上帝的圣山鸣钟吧。在当中也要警告大家，也要提醒大家，上帝的国、上帝的日子已经来到了。犹大的居民啊，要战斗，上主的日子快到了。其实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的日子什么时候来，我们不知道。然而那日子来到的时候，要提醒大家，要让大家知道，这样的日子已经来到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这样的日子当中，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日子？当这样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其实在这样看这样经文的时候，也会想到当摩西要带着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也遇到了这样10个灾难当中，在这10灾当中，也有很多的景象，也包含了那种蝗虫出现，也包含了那种天地的变化。从一开始的第一个水变成血，到后来天地黑暗，到后来长子被杀了。所以在这样景况当中，也看到上帝的灵要临在这当中，带来这样的惩罚，带来这样许多的作为在这里面。第2节讲到说，那是黑暗阴森的日子，是乌云浓雾的日子，是大队的蝗虫向前进，好像黑暗弥漫山林。以前没有这样的景象，以后也不会有。在当中也让我们去想到，当挪亚那个时代盖了方舟之后，水来了，水又退了。当他们出去的时候，有这样的彩虹，上帝也立约说，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了。而今天的经文当中所写到这些，也是说以前没有，未来也不会有，就是如此而已。所以在这样恐怖的事件在当中就这样过去了。然而在当中，我们经历在这里面的时候，上帝的日子来到了。因此在当中，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事情当中，蝗虫像火一样吃尽所有的植物。所以在过去农作的时期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害怕，都不喜欢那些害虫的出现。我们有一句成语叫蝗虫过境。当蝗虫过境的时候，什么都吃掉了，什么都吃了。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蝗虫像火一样吃尽所有的植物。未到之前，土地像伊甸园，过去以后变成荒凉的旷野，他们什么都不放过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在这样景象之前，是那种肥沃的土地，是满满的恩典，满满的祝福在当中。在这样的景象的时候，是一种繁华繁荣，好像领受了莫大的祝福。但是蝗虫过境，但是在这样景况当中，会发现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不放过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变成一种荒凉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，当我们不顺服上帝，当我们没有来到上帝面前，当上帝出手的时候，就很像现在我们看到那些战争的地方一样，好像那个地方非常的棒的地方，但是一场战争之后民不聊生。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的战争的一些战场，以前不是这样啊，但是现在却是如此。他还讲到说，这些蝗虫像马一样奔驰，像战马，非常的快。他们就这样一片过来，然后大地就变了。原本是清脆的，原本是有很多很丰硕的一块土地，当蝗虫来的时候，过去都没了。就像摩西那时代一样，在那第一次的逾越节的时候，上帝的灵来到，上帝的使者来到，去诸家经过之后，到处是哀嚎，因为那些没有守上帝诫命的，
没有在家里面用羊的血去涂他们的门楣的，他们家就遭遇那样，不管是大人或小孩，是那头生的就死去了。他们像马，奔驰像战马，他们在山林跳跃的响声，像战车奔驰隆隆，像干草着火噼啪作声。他们队伍整齐，像预备上阵的大军，非常的多。所以当他们一到，人人惊惶失措，脸色惨白。现在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如此，我们看到一些影片也是这样，当一群蝗虫、一些虫或鸟的全部过来再过去，大家吓死了。或许我们会觉得我们人很厉害，但是大自然的一切，当上帝出手的时候，人措手不及。所以当中讲到他们一到，人人惊惶失措，脸色惨白，因为被吓到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有的防备好像都防不胜防。他们像勇士攻打，像战士爬墙，他们勇往直前，从不改变方向，也不彼此拥挤。他们成群穿越防线，谁都无法抵挡。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在看的时候，发现其实上帝的灵，那使者来到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去阻挡？你要怎么样去阻挡上帝的使者？根本没有办法。所以当中，我们唯有回到上帝面前，当上帝要出手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去抵挡呢？所以当中也不是彼此攻击。我们看到在耶稣，我们在看新约的时候，有人说耶稣是鬼王，有人说耶稣怎么样？但是当中鬼王这些鬼会互相打，而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当上帝的灵，当上帝的使者来到的时候，这边讲到说，他们勇往直前，不改变方向，也不彼此拥挤，也就是如此。上帝的灵彼此是协调的，他们可以彼此配搭，他们可以一起来做上帝要他们做的事情。所以在这所有事情当中，都是上帝的带领，上帝就与他们同在。他们顺服在上帝的面前，不是照着自己的想法，而是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。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当这些使者来到的时候，谁都无法抵挡。所以当上帝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上帝的使者就很像我们在讲的现在军队里面的陆战队一样，将陆战队开始出手，开始去做，无人能敌。所以这当中我们觉得很重要，在当中没有人能够阻挡上帝的使者的作为。他们攻进城市，攀登城墙，爬上屋顶，像小偷破窗而入。所以在当中攻无不破，要去到哪边都可以，没有人能够抵挡。所以在看到这些蝗虫这样过境，也看到当上帝的使者来到的时候，也就可以这样。所以在这样情况当中，有没有一些画面出来？当这样的画面来到的时候，讲到说，他们一到，大地震动，天地颤抖，太阳、月亮都昏暗，星星也不再发光。所以这当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数量之多，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多。这样的蝗虫多到都可以把这么亮的太阳的阳光都遮住了，让人看不到太阳，让人看不到月亮，看不到星星。所以在白天看不到太阳，夜晚看不见月亮，在一整天当中，你的生活就是这样被遮住了，被盖住了，你的生命就是陷入在那情况里面。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没有顺服在上帝面前的时候，有可能撒旦来遮蔽了你的生命，遮蔽了你的眼睛，有可能是上帝的使者来，也让你看不到那样子景象。所以这当中，让我们去看，当上帝的军队来到，当上帝的军队来到，是这么多。所以上帝命令他的军队，他的军力强盛，引召的队伍庞大，上帝审判的日子多么可怕，谁担当得起？因此在当中，让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景象当中，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景象，你怎么样去面对呢？因此当上帝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有多少人能够承受得起？
在这样的状况当中，有多少人能够承受得起？在这许多的状况里面，我们都无法去面对。在你的生活当中，如果没有灯，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没有盼望，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没有上帝与你同在，你怎么去面对这一些？因此在这里面也让我们去看，当上帝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当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埃及的人他们无法承受这样的事情，所以最后一次，埃及法老王叫摩西来说：“把你的人都带走吧。”他们无法去承受这一些，所以对他们说：“把你们的人都带走，不要让他们留下来了。”然而，上帝的恩典依然存在。所以在这当中，让我们看到，当我们不顺服上帝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这当中，这一切依然在犯罪，这一切依然是陷入在那样的情况。然而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上帝依然有这样的恩典与这样的怜悯。在12节、13节这边在讲到说，上主说，即使现在你们仍然可以进食、哭泣、哀嚎，依然有可以补救的机会。面对这样的情况当中，依然可以补救，依然可以回到这当中一起进食，在上帝面前哭泣，求上帝的怜悯，求上帝赦免。在当哀嚎，或许上帝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。你们依然可以进食、哭泣、哀嚎，而这样的作为，重点是什么？要诚心的悔改归向我。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些事情，即使进食，即使哭泣，即使哀嚎，我们都可以是一种形式。我们看到那些在办丧礼的人当中，他们在面对某些情况的时候可以哀嚎，然后转身又开始吃吃喝喝，一起说话开玩笑，一起抽烟喝酒。在当中他们不是悲痛吗？我们不晓得他们真的去面对这些事情吗？讲了很多的事情，但是真的发自肺腑之言吗？不尽然。很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言不由衷，说的是一套，做的是一套。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何尝不是如此？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是诚心的来到主的面前。所以这边在讲的很重要，重点在于你要诚心的悔改归向我。你们仍然可以进食、哭泣、哀嚎，但是要发自内心、诚心的悔改，诚心的归向上帝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有没有这样做？当你进到教会，当你受洗，当你决志，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你有诚心的归向上帝吗？在这么多的年日当中，你有真的要归向上帝，来跟着上帝？你有诚心的悔改吗？上帝说，这个时候还可以，仍然可以，即使现在在最糟的情况当中，依然可以。我们看跟耶稣钉十字架的那2个犯人的其中一个，那2个暴徒的其中一个，在最后的时刻跟耶稣说：“你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耶稣跟他说：“今天你要跟我一起在乐园。”在到最糟的境况，那一个人诚心的悔改，耶稣回应他。然而另外一个人还在嘲笑着耶稣。当然我们不要等到最后一刻，很多人都会说，等到我最后一刻，在我忙完的时候，在我生命走到最终的时候，还有机会吗？我们很多人都会想说，等我到那最后的一刻，我再来做这样的处理，来得及吗？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悔改。
所以在那最糟的情况，在上帝日子来到的时候，你们仍然可以禁食、哭泣、哀嚎，诚心悔改，归向我。虽然给了这最后的一个恩典，但是还是有人不愿意啊。所以他这边继续在讲到说，要诚心的悔改。所以他继续讲，光撕裂衣服毫无用处，你在当中表达一些东西毫无用处，没有用处。更重要的是真心的。这边讲到说，要诚心悲伤悔罪，要发自你的内心，要发自你的内心，不是去做那些样子而已，要发自内心，真实的，真实的，要发自内心的悲伤悔罪。所以这也都是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最大的问题。我们都言不由衷，我们都做形式，做样子。我又来了，我怎么样了？然而这边一直在提醒的，圣经里面一直在提醒的，上帝一直在讲的，我们要真实的回到上帝面前，要真实的回到上帝面前。所以约珥书这边在讲说，归向上主你们的上帝吧，他有恩典，充满怜悯，他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他随时愿意饶恕。所以当中让我看到的是很重要的，要诚心的悔改，诚心的悔罪。这边也看到上帝愿意随时愿意他随时愿意饶恕。所以在那个点的时候，你愿意求上帝赦免，真心的求上帝赦免，诚心的求上帝赦免，上帝愿意饶恕。所以我觉得这是开了个大门，不是要特定的安息日，不是特定的哪一天，不是在逾越节那一天，在过年的那一天，在复活节那一天，而是我们随时来到上帝面前。最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回到上帝面前。所以前面讲了这么多，做了这么多事情，重点很重要的是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愿意这样吗？你愿意这样吗？回到上帝面前，不是一直在外面徘徊，不是一直找很多的理由，不是一直做了很多的仪式、很多形式，不是做了很多的什么事情，而是发自你的内心，要诚心诚意的。就像我们在说我们祷告一样，我们要诚心诚意的。当我们在说阿们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发自内心？这些祷告词是不是你的肺腑之言？是不是真实的发自你的内心去讲这一些事情？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看约珥书的时候，或许我们会去翻很多注释书，会去听很多人讲的话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你愿不愿意将上帝的话放进你的生命里面？所以当我们发自内心的悔改，上帝愿意来赦免饶恕你们。所以当这样做的时候，他讲到说，也许上主你们的上帝会改变主意，丰丰富富的赐福给你们，那时你们就能向他献上五谷美酒。前面不是说像蝗虫一样什么都没了吗？但是没有看到上帝是丰盛的上帝，他让这些东西都没了，但他依然可以祝福你。这许多东西你好像看来你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更重要的，在新约里面耶稣讲到说，当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所有一切都要加给你们。所以这当中，当我们抓住了最重要的，抓住那最重要的上帝的恩典，我们跟随上帝，诚心的悔改，
真心的悔罪。虽然好像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上帝的恩典与祝福给你满满的祝福在当中。也许上主你们的上帝会改变主意，丰丰富富的赐给你们，那时你们就能向他献上五谷美酒。所以在这样赐福当中，上帝就赐福在我们当中。所以要一起聚集，要一起聚集。所以他讲到说，这时候依然可以做什么？禁食、哭泣、哀嚎，诚心的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我们都也会觉得没有希望了，就这样吧。但这边讲到说，很重要的，你们还可以，这时候你们依然可以做这样的事情：禁食、哭泣、哀嚎，诚心的悔改，归向上帝。很多人就觉得反正就这样啦，就放着吧，反正都来不及了。但是有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？讲到说随时愿意饶恕，所以都还有机会，都还有机会，不要放弃每一次的时刻。当我们一起敬拜，当我们一起聚会，当我们一起读经，当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，这都是一个机会。我们随时都有这样的机会，你愿意吗？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随时都有机会，所以回到上帝面前吧，回到上帝的面前吧。这边讲到说，在锡安山吹号角吧，宣布禁食，举行聚会。所以当中警告大家，提醒大家，一起来禁食，一起来聚会，一起回到上帝面前，要召集民众一起参加盛会。所以当中不是谁来得救而已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，要从谁开始？从教会的属灵领袖开始，从这些属灵领袖开始，一个一个的来到上帝面前。属灵领袖开始，就要号召所有的人回到上帝面前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也该如此？当我们面对到这世代的时候，我们也该如此回到上帝面前。我们很多人依然会说，我很忙，我家庭忙，我什么忙，什么都忙，什么都可以当理由，什么都是忙。但是在当中，在讲到是说，每一个人都要来这当中一起来聚集，一起来聚会。前面讲到说，要召集民众，预备参加盛会，预备来到上帝面前参加这样的聚会，来到战当中求上帝饶恕，求上帝赦免，悔改归向上帝。要发自内心诚心的悔改归向上帝。在当中很多人会觉得礼拜不就是一场礼拜吗？唱唱歌，听听圣歌队的献诗，牧师讲道，就这样一场礼拜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回到上帝面前，诚心的将自己摆上。在当中牧师的传讲也要把大家带回到上帝面前。因此在这当中很重要，所以不要放弃每一次的聚会。当我们在召唤大家的时候，在呼唤大家的时候，就该回到上帝面前。许多时候我们真的放弃太多机会了。在每一次就是我们回到上帝面前再一次的立约的时候，就像之前我的老师讲过，当有弟兄姐妹挑战他说，牧师我不去礼拜会不会怎么样？他一挑战他，我就不想去礼拜怎么样？但是那老师，我们的老师讲的，我觉得我记到现在，其实他讲的让我感觉这不是我的问题啊，是你的问题。所以他说，你不来参加礼拜，是你浪费了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是你浪费了你跟上帝美好的关系的机会。所以可惜的是你，不是我。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一样，我们要牧养，我们要带领大家来到上帝面前。不是你来挑战我，不是你来挑战上帝，
而是你浪费了让自己回到上帝面前的机会。这边讲到说，要诚心的悔改，归向上帝。而当将来召集大家来的时候，你不来，是你放弃了，是你放弃了。所以这样的聚会要扶老携幼，抱着婴儿，每一个都要来哦。不是谁的责任，我们很多时候说这聚会是你们的，那个聚会是老人的，那个聚会是儿童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但在当中，在讲到这个聚会的时候，不是跟谁没有关系，而是扶老携幼。你身强体壮的人要扶着老人，带着幼小的。你即使是新婚，即使是产妇，是刚生产的妈妈，都要来，都要来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会找很多理由。他说都要来，因此在这里面，真的让我们回来看上帝的心意。上帝要让我们每个人领受，但是有很多的人不愿意。在以色列当中，有时候他们会讲到说，全体都要到，不能少了谁，不能少了谁。所以全员到齐，要全员到齐。最后这边讲到说，侍奉上主的祭司们要在祭坛和圣殿门廊之间哭泣、祷告，要完全的和盘托出，要完全的来到上帝面前，将自己摆在上帝的面前，要完全的摆上。所以要在祭坛和圣殿门廊之间哭泣、祷告。为着这个世代，为着自己的罪，为着弟兄姐妹，为着这世代祷告。所以在当中祷告，为着这世代，在当中祷告说：上主啊，求你可怜你的子民，不要让列国轻视我们，不要让他们嘲笑我们说你们的上帝在哪里。所以当中就很像是没有爸妈的小孩一样。我们也看过很多电影，或者是有些人在那边讲说，当他们爸爸或妈妈不在了，或者说隔代教养的，有的就会被笑你爸妈在哪里？你这没有爸妈管教的孩子。这种就很像是没有爸妈的孩子一样。所以当中很重要的，我们回到上帝面前。我们不是没有爸妈的孩子，我们爸妈是爱我们的，天父上帝是爱我们的。所以当中回到上帝面前来，因此在当中看到约珥这边在讲的很重要的是，上帝用了这样的方式，在过去的管教当中，我们看到爸妈会拿棍子打小孩，会用一些比较我们现在觉得不行的方式，这样在管教小孩。但是那种管教不是打让你痛，我很开心。就像以前在讲的，打在儿身，痛在娘心。也有人在讲用手打小孩，我的手也会痛啊。其实在这样管教当中，是要让你回来，让你走对的路。就像牧羊人一样，他会拿着杖，有时候要打一下这些羊，让他走回来；有时候那羊掉到陷阱里面，又拿那个杖把羊救出来。所以在这许多情况当中，我们需要悔改，需要回到上帝面前来。所以当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很重要的是让我们去经历上帝的爱，上帝的怜悯，诚心的求上帝悔改，诚心的求上帝赦免，诚心的来到上帝面前悔改认罪，将自己完全的摆在上帝面前，
让上帝来带领我们。让我们有点时间来默想今天经文，在今天经文当中看到了什么？看到前面的那几节吗？还是看到后面这些呼唤大家要悔改、要认罪？在当中也让上帝的使者、上帝的灵陪伴着你。让我们有点时间来默想上帝的话语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回转归向你。就像你说的，敬拜不一定要在圣殿，不尽然需要到山上，更重要的是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。主，你让我能够来到这当中，随时的来到你面前，来求你的赦免与饶恕。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需要有你的同在。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需要主你的带领，也让我们透过个人的敬拜当中来认罪，求主你饶恕，也让我们在团体的敬拜的过程里面，也让我们将自己摆上，不再是看见自己，而是看见上帝的荣耀。不再是高举自己，而是让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为王。主，让我们将自己的生命来摆上，交托在主你手中。主，或许我们很多时候所做的不合你的心意，或许我们这世代的陷入在那罪里面，但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深的去面对自己。因着主你的圣灵的陪伴，看见我们的罪，看见主你的恩典，让我们回到主你面前，发自我们的内心，求上帝的饶恕与赦免。感谢主，主，我要将我们今天所有参与的弟兄姐妹交在主你面前，让我们在当中领受你的恩典与赐福。主，我们要特别为着我们教会当中、我们团体当中的一些家庭来祷告。当他们这时候正面对了亲人的病痛，或者亲人的离世，有许多伤痛在当中，也愿主你亲自的安慰，也让我们在当中面对这许多的事情的时候，
不要到最后一刻才后悔，而是这时候及时的回到主你的面前来，求主你的饶恕。感谢主，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。愿我们所分享的，愿我们所领受的，愿我们今天这段时间是你所喜悦的。献上我们祷告，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回到主的面前，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赐福。那我们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，也是将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，让上帝悦纳我们所摆上的，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愿上帝赐福你。